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立法院的会期进入到尾声，今仔日开始，朝野针对着总预算案密集来协商，要赶伫个会期结束进前完成三读。国民党团提案，要甲政府机关媒体文宣的费用大量来删除，其中数位部、NCC 甲陆委会逢删减甲剩1块。另外，国民党的立委廖先祥嘛来提案，要甲内政部的预算抬掉，讲因为内政部的文宣使用蓝白的配色，疑似是咧甲在野党丑化、丑化。民进党是炮轰讲，这根本就是随便牵拖。用正极的局人角色，其行政提青冷气团买来，内政部的编辑对着话题，不过看见蓝白配色嘛，互人敏感。国民党的立委廖先祥嘛讲，敢若伫咧屁想在野党提案，甲内政部的媒体宣导费拢总抬掉。当代志都袂牵拖的，连冷气团用蓝色的，也可以把它高度政治化解释为丑化蓝白。这个真的是莫名其妙了。那是内政部就连外交部嘛，向台预算，理由是因为外交部去年编列冠金额国际合作费用，提升甲无邦交国家的友好关系，所无效益。国记咧，洪都拉斯2023年甲5国断交了后，甲中国建交，北京所无照约束来买白虾，互洪都拉斯的虾农真歹过，所以就提案要减预算4亿。洪都拉斯的虾农失业，洪都拉斯的出口虾跌了20%，台湾不买它的虾，所以要砍掉台湾的外交部的预算4亿，这是什么逻辑？我只有一个字形容，就瞎嘛。国民党团大动作台总预算先上准媒体文宣费，过来是针对数位部、NCC、各陆委会相关业务，直接抬走1块。另外，各方占咱的预算先冻结18亿，通过海测了后才动机。我个人就提案就删了1000多亿啊。我个人删了1000多亿啊，我主要删台电1条1000亿，其他的再删了100多亿。我们台湾民众党，因为很多首长绝大部分表现这次都不及格，没办法人民放在心上。我们统一大概至少都会砍大概6到8成。数位部打仗打到哪里去了？数位部的部长。NCC 的这个主委，全部1毛钱都不剩。民众党团嘛，正不满批评预算拢互变伤济，按算要提案台动3000亿，今仔日开始密集协商，比年前要总预算大整理，朝野之间是情势紧张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